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4年1月29号。今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民数记22章第1节到21节，使徒行传21章17节到26节。今日的主题是割礼。这礼拜六，咱讲到记号，因为新约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记号，代表着上帝的临在，上帝的启力所改变的情形，互人得到稳定。另外，割礼也是亚伯拉罕全家蒙恩得福的记号。但是保罗提醒咱一项事，就是上帝赏赐恩典甲好条进前，亚伯拉罕全家并无接受割礼，因此这个割礼记号并不是蒙恩得福的必要条件，守好条嘛不是必要条件。上帝亲自的好条甲旨意才是重要的事。亲像摩押王邀请巴兰的情形同款，是毋是甲摩押王的使者做伙去看起来嘛毋是重点，重要的事是爱听从上帝的旨意甲命令。伫民数记22章第1节到21节，安尼记载当初时的情形。经文的标题讲摩押王邀请巴兰，以色列人搁出发，伫约旦河的东边，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阵营，西伯的囝巴勒听见以色列对阿摩利人所做一切事，摩押人知以色列人真济，就真惊，非常着急。摩押人甲米甸的长老讲：呾这群人特别将咱四周围所有的食了，亲像牛食野地的草同款。迄时，西伯的囝巴勒做摩押的王，伊派使者去幼发拉底河，比夺比尼的囝巴兰的故乡，邀请伊来讲：有一族的人对埃及出来，因人坐甲看满地面，现在住伫我的对面，因比阮较强。所以，请你来替我救助遐个人，我才有可能赚赢，甲因赶出这个地。我知你祝福的会得到祝福，你救助的会受救助。摩押的长老甲米甸的长老就带这个卜卦的礼金出发，去到巴兰遐，将巴勒的话甲伊讲。巴兰对因讲：下昏时恁住遮，我会将上主吩咐我会甲恁回复。摩押的官员就住伫巴兰遐，上帝来巴兰遐问伊讲：来住你遮的是甚物人？巴兰应上帝讲：是西伯的囝摩押王巴勒。派人来我遮，讲有人民对埃及出来，人坐甲看满地面，请你来替我甲因救助，我将通有可能赚赢，甲因赶出去。上帝对巴兰讲：你毋通甲因出去，嘛毋通甲这个人民救助，因为因是我所祝福的。第早起，巴兰起来对巴勒的官员讲：恁倒去，因为上主毋准我甲恁做伙去。摩押的官员就出发倒去，甲巴勒报告讲：巴兰毋肯甲阮来。
巴勒佮歹较济较大的官，因到别人遐对伊讲，西伯的囝巴勒安尼讲，请你一定来我遮，我要互你教业的保守，无论你要求什么，我拢会互你。所以，请你来替我甲这个人民救助。别人对巴勒的官员讲，巴勒就是规间厝的金银拢互我一丝拢毋敢违背上主，我的上帝的命令。请恁下份时搁歇踮遮，听候我知上主要甲我讲什么。迄暝上帝来巴兰遐，甲伊讲：既然这个人过来邀请你，你就甲因去。毋久，我甲你讲，你着照安尼做。巴兰通早起来，准备离甲摩押的官员做伙去。上帝定义要想事保护以色列人。然后，虽然上帝允准巴兰甲摩押王的巴勒的使者做伙转去，但是上帝甲巴兰讲，着爱听咱上帝家己的旨意。甲个记号就是上帝甲以色列人约定，但并无代表有受甲个人一定会当得到上帝的救恩。甲个嘛诚做伫新约初代时期，初代教会时期，使徒传统甲保罗的传统中间彼此的论争。今日经文《使徒行传》21章17、19、26节的记载，保罗来伫耶稣的小弟雅各遐来甲因论到伫割礼的问题。经文来讲，保罗访问雅各，阮到耶路撒冷的时，信徒热情接待阮。隔日，保罗甲阮访问雅各，教会的总长老拢伫遐。保罗甲因请安，然后将上帝通过伊伫外邦人中间所做的工作，一项一项对因来报告。因听了拢归荣光互上帝。对保罗讲：兄弟啊，你知，伫遮有几万犹太人正做信徒，因拢热心遵守律法。因有听到你假使住伫外邦的犹太人，叫因放弃摩西的律法，免甲因的囡仔行割礼，嘛毋免守犹太人的风俗习惯。因一定会听到你来遮的消息，安尼要安怎？当着照阮甲你的建议去做，遮有4个人。下院的查甫人，你带因去做伙去参加洁净礼，退因纳所费，互因通剃头。你安尼做，众人就知因所听到关于你的事毋是事实，佮知你家己嘛有在遵守摩西的律法。不过对已经做信徒的外邦人，阮已经写批甲因讲，阮有裁决叫因毋通食偶像的蜜血，甲这个促死的精神，嘛毋通有淫乱。隔日，保罗带迄4个查甫人，甲因做伙去参加洁净礼，然后就去圣殿报告洁净礼的是什么是来满，通为着因逐人来献祭物。犹太人非常注重割礼，正做保罗宣告甲使徒传统中间的问题。但是比较较特别的是，今仔日的经文中间看到保罗的顺服，伊听到雅各的口劝，带4位信徒去接受洁净礼，
并且献上祭物，这争取甲犹太人继续对话的机会，但毋是受到误会甲假信息所困扰。保罗的妥协，正亲像上帝互巴兰军队这个摩押王的使者等于同款，毋是放弃原来的原则来妥协，乃是完成上帝的旨意，这才是得救的记号。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求帮赞的祈祷，上主啊，甲我争论的人，求你甲因争论；甲我交战的人，求你甲因交战。求你拢摕大声的盾牌起来帮赞我，用枪对付对赶我的人。求你对我讲，我是你的拯救者。求你互孝顺我性命的人受凌辱见笑。求你互假冒陷害我的人撤退绕开。求你互因亲像风吹的粗糠，有上主的使者甲因赶散。求你互因的路暗割骨，有上主的使者甲因追赶。因无缘无故暗杀罗网要断我骨含气，要害我的性命。求你互灾厄伫无拍算的时临到伫因的身上，你互因暗杀的罗网甜着家己，跋落迄来受害。安尼我的心会因为上主快乐，因为伊的救恩换伊，我规个人拢要讲上主啊，无人会当甲你比。你拯救困苦脱离比因较强的人，拯救困苦散正的脱离抢夺伊的人。信仰的追求会永远经常爱面对这的挑战试炼。那求主你帮助我会当坚持甲上帝同行，顺服上帝的旨意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